新多媒 Capital 958上車頻道，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政府啟動其中國精準醫學機器技能期邁入第3階段，期待5年中招募年為4到4.5萬人參與研究。專業了解研究監控跟辦法原因。研究團隊也收集因為其係以採用普通複送樣本跟其他監控程式。最終要做研究團隊制定策略，將研究成果動畫上實際可行醫療護理方案。配合世界糖尿病日，我國將推出新機器，鼓勵企業在自動推廣監控意識，提高我國對糖尿病的認識，並且鼓勵跟監控的生活方式。參與機器的企業將跟糖尿病協會密切合作，在午休時間舉辦有關糖尿病的工作，為我國提供體驗。跟舉辦OX 新興監控的活動等等。數據顯示，我國每11月內就有數人受糖尿病影響。本地社區組織希望協助糖尿病患者，令自己掌控自己的病情。新加坡糖尿病協會通過舉辦工作，協助患者學習如何更好地管理病情。協會也支持基層醫療護理網絡，提供眼部跟嘴部篩查服務。每日最多一例接待80名患者。本地社會服務機構西區綠領自由協會推出語音跟智能驅動的語音代理，在強化服務的同時，也有助緩解工作人員面對的疲勞壓力。新推出的語音代理可主動點擊跟浴室連動飲水，進行日常溝通。假如有緊急需要，系統中通知協會人員。例如交通管理局公布調整後的透石紅地鐵服務可靠度，每月報告顯示，舊月紅的地鐵服務可靠度再隨下降。為了更好地運用地鐵服務質量，當局透露出那一3項新指標，加強透明度跟安全。馬林巴列發聲明案，說明就是被回男主溺水被刀捅傷，生意影響不大。警方逮捕說明23歲男子，已經能被控上法庭。初步調查顯示，嫌犯跟死者案發時溺水發生爭執，警方也在現場起獲2把手剪刀。國內稅務局對內接獲多起關於台稅電郵詐騙的通報，提醒公眾提高警惕。當局講，有公眾收到聲稱是稅務局發嚟的電郵，實際上是詐騙分子以台稅為名，使用各種手段誘騙納稅人點擊抗議鏈接，並且提供信用卡信息。簡要新聞報告完了。